中學嘅時候，我讀工業學校，好鍾意上木工同金工堂，因為可以用雙手創造出家私同埋製品，感覺好實在，好有自信同埋自豪，唔會感到無力。但係隨住經濟轉型，工業學校減少工科，職場亦都難以學到一門手藝。香港人已經被過度分工，專注金融、旅遊、服務業，而慢慢失去咗創造嘅能力。香港好似一個再冇創造力嘅城市，只係剩返做唔完嘅文書工作，同埋賺唔到嘅炒賣利潤。當大家只係識得揾食，日常大小事務都淨係識得用錢嚟解決，當人生意義只係剩返保住份工，生活又點可以自主？今日我哋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動手，重新主宰自己嘅生活，重新賦予市民應有嘅權力。實踐唔可以靠空談，創造必須要敢於嘗試，即使係參考外國經驗，亦都必須要在地實踐。過程之中充滿挑戰，需要不斷嘗試、不斷改良，先至有希望實現理想。簡單如用膠樽同埋木板嚟做凳，可以解決回收膠樽出路嘅問題。但係又有幾多人真係會去做實驗，將理想變成真？今日我同細仔同一班想創造更美好世界嘅年青人，一起參與創造坊，群策群力，手腦並用，一起討論、設計、試驗。就算製作失敗，我哋再試過、再改良、再製造，終於成功，讓大家體會到創造嘅成功感。讓我們一起推動香港成為創造者之城 ，A Maker's City。敢做夢，能實踐，求創新，夢成真。一起，我們創造未來。